这个矛盾，是现在这个矛盾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的矛盾，因为全国56个民族的老百姓要民主，要法治，不要这个无法无天的。现在中国共产党就是胡作非为，在欺压老百姓。所以说，现在这个矛盾不是说汉族和与其他民族的矛盾，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党与全国人民的矛盾。谢谢。好的，江西的孙先生，谢谢您。下一位是刚才是浙江的孙先生，下一位是江西的李女士。江西李女士，你好。大家好。你好。我认为，不管是新疆、西藏、台湾要独立，都是不可以的。这样只会让中国和世界战争不断，也会有无数的人死亡。我在此告诉世界，中国不能有战争，只能和平进入真正的民主社会。我认为世界的希望在中国。谢谢。好的，谢谢江西的李女士。刚才我们一连接了几个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来电话，请您综合回答一下他们的问题。好的，我基本上同意前两个，这三个人的所说的。内蒙古巴图先生，非常感谢您。当然，没有民主，中国的民族问题是解决不了啊。第二个，浙江的那位先生也说得非常好，这里的矛盾不是汉族和维族人、藏族人和汉族人，这不是民族矛盾，中国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暴政问题，是破坏摧残所有各个民族。所以这里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所有现在的各个民族的问题。然后当然像最后这个李小姐所说的中国不希望有战争，谁都不希望有战争，我们也不希望有战争，我们也不希望无辜的维族人、汉族人或者是任何民族死亡。我们希望能坐下来谈下我们的问题，然后解决这个问题。但中国共产党是从来跟任何异议人士他们不谈，就跟艾薇薇我们看都不谈，把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艺术家现在抓起来，说什么是刑事犯罪啊，这种东西来，把他来逮捕了下来。现在无论你是维族人、汉族人蒙古人、藏族人，只要你和共产党过不去，共产党又把你刑事犯罪啊、恐怖犯罪、任何犯罪把你抓起来，甚至把你枪毙。所以中国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一党专制问题，这里是民主自由问题。只要中国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没有人权，战争可能发生，民族冲突可能要出现，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要出现。所以只要中国不走向民主主义国家，这些问题都很难解决掉。我们的希望是中国共产党现在就是停止自己的一党专制，走向民主。好的，刚才呢您在讨论的过程中，您提到王乐泉这个人，对看来您对他表示了很大的义愤。当然，您称他为屠夫。对。那么我们注意到呢，在2009年7.5事件之后，中共中央呢就是调整了新疆的这个领导层，撤换了新疆的这个领导人，现在由张春贤取代了王乐泉。对。那么在用张春贤取代王乐泉之后呢，也对新疆的一些民族政策呢做出了一些相应的调整。那么赛义托夫先生，我想请问您注意到，就是经过这些人事变动之后，中共在新疆的民族政策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吗？有了，当张春贤现在变成就是新疆的党委书记以后，张春贤表面上你看他像个知识分子，不像王乐泉这样血腥的屠夫，所以这形象很软。表面上你看好像有一个新的领导，新的气候，事情好像新疆的政策要改变，但事实上是换汤不换药，大政策什么都没有变，现在是高压严打，这些枪毙维族人，就是判处死刑的这些还在持续，任何都没有变。但是小方面就说我们应该尊重维族人他们的文化之类的这些小方面的事情有所变化，但我们认为这是中国政府的欺骗性政策。事实上就是张春贤的政策跟王乐泉的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是7.5以后，中国政府在东土耳其斯坦进行大规模投资，这投资并不是
就是协助当地的维吾尔民族，这目的是大规模移民，收买维吾尔民族的土地，尤其是农民的，然后这些维族人现在是家破人亡，没有工作，没有土地，也不能耕地，所以他们现在像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大省市，他们都在东土县各地投资建高楼大厦，大规模就进行移民。所以中国的共产党的目的就是瓦解维吾尔民族的当地的势力。好的，现在我们6条线呢都是满的，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希望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打电话来的时候呢，要简明扼要，抓紧时间简明扼要的表达您的观点和问题。好的，下一位是陕西的张先生，陕西张先生你好。陕西的张先生，对不起，张先生的线路断了。好的，下一位山东的杨先生，山东杨先生你好。你好，杨先生。哎，你好。请讲。哎，你好，请讲，杨先生，抓紧时间。我很赞成这个民主，不过民主呢，还是应该在这个国内的，在国内举行的。你跑到国际那搞那些东西根本就没有用。打个比方，就说是你是革命者，革命者呢代价是很惨重的，不是做改革的就像你以后就是新疆独立出去以后，又能怎么样呢？对不对？你像对支持你的国家和团体，你是不是要买单？你用什么偿还他们呢？对不对？是不是把痛苦继续加在新疆人民的头上呢？好的，山东的杨先生，谢谢您的问题谢谢您的问题。杨先生看来对您很有意见，一会儿请您回应，请您回应杨先生的这个问题。下一位是山东的李先生，山东李先生你好。李先生你好，请讲。你好。我是第一次打这个热线哈。谢谢您。心情就是有点激动。我就是通过电视看这个画面哈。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电视画面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拍摄的？为什么和中国这个新闻不一样？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新闻，这画面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你这个新闻比较真实一点，应该是啊。第二个呢，我也不支持这个分裂。您不支持分裂，好的，谢谢您啊。因为中国应该现在这个人权确实没有人权自没有人权这个没有人权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我属于一个普通老百姓应该站在这个为普通老百姓的一种这个角度上关注这个共产党这个领导现在。确实是对老百姓当中没有太大的这个意见。好的，山东的李先生我们明白您的意思了下一位是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你好，请抓紧时间。你好，主持人好。抓紧时间。我发表一下我的个人观点。我觉得新疆问题吧，我觉得新疆共产党是越来越强大，对新疆来说，新疆越来越弱。为什么呢？因为新疆人本来就是说逐渐被汉化嘛。因为他以前闹事被暗杀了一批被抓了一批被暗杀了一些精英骨干那你青壮年现在那个等于说他是很消灭他的民族实力的，还有一部分在国外。所以说我为新疆和西藏这些东西闹吧，都只是给共产党突出的小的难题而已，但是一点都不敬重共产党。要想就是说共产党感到威慑害怕的话，必须要联合起来，西藏同时闹，然后台湾人也是闹，这样才能联合去多拳出击，打他3下没好的无招架之功。湖北的张先生，谢谢您的建议。下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先生你好。河北的张先生，好的主持人，请讲。我是希望民主问题可以探讨，但是那个嘉宾说什么自古以来什么新疆不是中国的领土，什么叫自古呢？我知道汉朝说贝加尔湖是大汉那个北海是吧？这个领土的问题呢，我想他比我清楚。第二呢，我说美国之音取消，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做法，因为中国政府扩大自己的宣传力，在海外开孔子学院，进行大量的广播和华语广播。为什么取消？中美之间要进行交流，我想请美国议员们要记住，
中国有几亿网民，还有几亿不是网民，他们只能从收音机来听到这个广播。我希望美国人真正促进中美的关系交往呢，要增加经费，扩大广播，中美之间进行友好的交流，不管什么意见，通过交流才能够分清是非。好的，谢谢，都能了解，谢谢你们。谢谢张先生的评论，谢谢您对美国之音的关心。好的，下一位是山东的焦先生，山东焦先生你好。哎，你好，你好。请讲。哎，你好。你好。喂，喂，你好，我现在可以说了吗？请讲，抓紧时间，焦先生。好的。我觉得这个独立问题啊，我们那个全中华民族啊都不同意独立，因为这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是统一的一个团体。独立是走不通的。这样呢，我刚才我们那个嘉宾说那个汉族人和维族人不融合，我也不同意，因为我的儿子在新疆上学哈，我去新疆去过好几次，我们和新疆那个维族关系搞得非常好，因为我的几个朋友都是新疆朋友，他们说90%的新疆朋友呢，维族朋友也不愿独立，他那个说那个独立呢只会把新疆搞乱的。好的。第三个呢，就说现在问题呢，就是不是汉族人和维族人的问题，是这个独裁统治和全中华民族的问题。好的。如果我们中国现在实行这个，山东的焦先生明白您的观点了。刚才您的最后一个观点呢，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已经把它解释清楚了。下一位是北京的刘先生，我们尽量多接一些电话。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我发表我的意见。我刚才嘉宾说这几个自治区说不是中国的领土，有什么根据？好的，北京的刘先生，这个问题呢，我们嘉宾刚才实际上在节目之初呢已经回答了。下一位，山东的胡先生，山东胡先生你好。你好。请讲，胡先生。我想说一个，这个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都是对的，你何况一个不合法的政权压迫另一个民族？就是任何民族他都有选择自己发展的权利的。我就说了呀。好的，谢谢您啊。现在我们实际上我们线上还有许多听众和观众朋友在这，但是时间很紧张，我们就我们恐怕他们没有再提问题的机会了。刚才呢，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提了很多的问题，我想时间剩下也不多了。我想有最后一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希望您跟我们的听众观众们解释清楚。就是根据我们的观察呢，你们这个组织新疆美国维吾尔人协会。实际上也不赞同就是新疆实行独立，但是呢，同时呢也不主张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解释之间的这个关系呢？这个我们许多人很困惑，您给我们解释一下您的立场好吗？可以，这里是两个问题，也就是美国维吾尔协会或者是市委会的立场问题。我们的立场是为东土耳其斯坦人民的自由、民主、人权而奋斗我们奋斗，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他们的民族自决权而奋斗，就是维吾尔民族为主的当地原居民决定他们自己的政治命运。他们要是要独立，我们尊重独立；他们要是不要独立，我们尊重不要独立。但是你说我们不承认，就是新疆，也就是东土耳其斯坦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现在的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写的，也就是改写的这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也就是有利于中国，也就是汉民族保持现在的版图。第一次，也就是最近这个世纪东土耳其斯坦被侵占是满清帝国。好的，对，满清帝国我们侵占以后，我们变成所谓的新疆。所以当然汉朝汉朝对30-50年好的，对不起由于时间的关系，您把问题已经讲清楚了，没问题。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阿里木·赛义托夫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您的收听、收看和积极参与。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除了通过短波和卫星电视接受美国之音的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以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节目，并浏览其他最新报道和音像资料。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